Hello，大家好。最近咧有留意到有上北上購房嘅港人喺度留意啲乜嘢呢？港人喺深圳買樓咧有咩實打實可以領嘅好處？有冇專屬嘅呢個政府優惠福利可以申領？咁買完屋之後咧，港澳台居住證咧辦理嘅完整流程係需要乜嘢嘅？咁今日咧呢條片咧文文咧全部同大家去講通透，數據政策流程一次性講清楚。建議咧大家可以幫文文點翻個 like。咁如果有困難咧，文文可以協助翻朋友們處理辦理嘅。首先啦，先上一個大家最關心嘅數據，根據咧深圳中原各大中介2026年最新成交統計，全市二手樓整體成交裏邊咧，香港買家咧大約係佔4%左右，但係咧片區分差落差非常之大啦，就似羅湖口岸啊、福田高鐵西九龍沿線啊，以及深圳灣口岸附近啲熱盤咧，港人成交嘅比例咧係高到去20到30嘅。即係話咧，10個買樓嘅客戶裏邊咧，有2到3個咧係香港居民北上置嘅。咁另外啦，中銀咧香港早前係做過大灣區置業調研嘅，有接近46%受訪香港人咧有北上買樓嘅計劃。咁其中咧深圳就係首選，遠超過惠州、中山、珠海。咁呢個數據咧能夠解釋點解依家係越來越多香港人買樓首先睇深圳。咁接落嚟第二部分啦，香港居民喺深圳買樓究竟有乜嘢專屬便利以及政策優惠呢？分點同大家講清楚，區分購房資格便利、同埋貸款便利同埋可申領嘅政府補貼3塊嘅。咁第一點啦，係購房資格政策。咁內地非深戶咧，想要喺深圳買住宅，需要連續交1年嘅社保或者係一個點嘅個稅。但係咧，香港嘅居民憑有效嘅回鄉證，唔需要社保，唔需要個稅，唔需要居住證，以家庭為單位係可以直接購買一套商品住宅、公寓、商鋪呢類嘅辦公物業咧，係不限套數嘅。喺呢度提醒一句啦，唔係完全不限購，住宅咧都係限購一戶就一套，但係咧准入嘅門檻咧就對比於內地外地人嚟講咧係寬鬆好多㗎。咁契稅標準咧同內地購房者係一致嘅，首套房90平方以下一個點啦，咁90平方以上咧就1.5%啦，冇額外嘅其他稅費，只需要多一份香港公證文件。第二個啦，就係我哋嘅跨境貸款福利啦。咁好多間內地嘅大行、港資銀行咧支持係跨境按揭嘅，認可香港本地嘅工資流水、僱主證明係唔需要內地嘅工作證明嘅。咁目前嘅政策下咧，香港人首套自住住宅最低嘅首期係可以做到15%，咁貸款咧最長年限係可以拉到30年嘅。咁大家咧可以選擇喺內地嘅銀行辦理人民幣按揭，或者係可以喺香港嘅銀行申請大灣區置業2港元按揭。咁呢個資金渠道相對嚟講咧就好靈活。咁第三點啦，好多人問有冇直接買房現金補貼咧？咁呢度文文同大家講實話啦，深圳目前係冇針對購房本身嘅現金補貼嘅，但係如果你係喺深圳本地做嘢啦，符合境外高端緊缺人才嘅呢個認定，係可以申請到大灣區個稅財政補貼嘅。咁呢個政策嘅標準咧，即係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應納所得稅嘅15%呢一部分，政府予給予補貼，每人單人每年補貼上限為500萬。咁前海河套園區仲有咧單獨嘅個稅優惠，符合條件嘅可以2選1，不能夠疊加。咁呢個政策咧係針對高薪港人非常之實用嘅政策，每年咧可以按時去申報嘅。咁除咗買樓購房階段啦，購樓之後咧，你仲要辦理一個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你先可以享受成個深圳市嘅城市配套福利啦。咁辦好居住證之後咧，就可以正常參加醫保。咁仔女有需要嘅話咧，可以上呢個公立學校，可以有呢個線上辦理政務、銀行卡、交通出行。呢待遇咧基本係同內地居民去看齊嘅。
咁重點嚟啦，好多人咧買完樓之後唔知點樣去辦呢個居住證嘅，咁文文咧就將呢個提前置材料啦，同埋辦嘅步驟啦，同大家簡化，同大家去講清楚。咁呢個前置硬性規定係乜嘢咧？你要喺內地居住滿半年，名下咧有深圳房產，咁攞呢個房產證啦，或者係合同、購房合同都可以嚇作為呢個居住證明。咁係需要提前去準備3樣元件嘅。咁第一個啦就係有效期內嘅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即係大家講嘅回鄉證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要喺深圳本地嘅照相館拍攝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嘅相片回執。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居住證明啦，房產證或者購房合同嘅原件都可以，咁好方便啦，即係線上去預約渠道就係微信WeChat 度搜索我哋嘅深圳公安小程序，跟住咧入呢個證戶業務預約我哋嘅一個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跟住咧你就可以揀翻離你比較近、比較方便嘅呢個政務大廳去辦理。咁到現場之後啦，填寫呢個申領嘅呢個登記表，採集指紋，咁工作人員咧係核對你全部材料之後咧，就發放呢個受理嘅回執俾你啦。一般嚟講咧，幾個工作日就可以去出到呢個證。咁大家咧可以揀啦，可以揀翻我哋去現場領翻呢個居住證啦，亦都可以係揀翻郵寄到屋企門口嘅。咁證件有效期咧係5年，到期咧可以提前去更換。最後咧，我簡單咁總結翻一下，方便大家去做呢個筆記啦。第一點咧，即係我哋深圳市全市二手房嘅港客大約係4%，咁口岸核心即係口岸旁邊核心新盤咧係高達20%到30%嘅。即係第二點，香港人購房係無需要社保同埋個稅嘅，首套最低嘅首期俾到15%，高端人才咧係可以申請呢個個稅補貼。咁第三點啦，即係持有深圳房產，加埋你喺內地要居住滿半年嘅證據啦，線上預約政務服務大廳即可以辦理呢個居住證嘅，辦好咧即係可以享受成個深圳市城市嘅完全嘅福利啦。咁對比起於惠州、中山、珠海，雖然咧係唔限購房價更加之低，但係咧絕大多數香港人咧係需要每天往返香港通勤嘅。我一個星期買套房啦，我唔係每日住，最起碼我都住3-4晚吧。同埋咧，同時看重呢個房產流動性、保值性。咁深圳口岸高鐵產業配套咧係無可代替嘅。咁如果咧你正當有計劃咧嚟深圳睇樓，或者你係打算辦呢個居住證，可以咧喺評論區留言，或者咧加翻文文嘅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嚟問翻文文嘅。最後啦，多謝大家可以幫文文點翻個 like。